为尼沙风台外围的环流，甲东北季风强迫效应，北台湾包括台北、桃园、甲宜兰，雨是用倒的，迄个雨是大概会惊到人。强迫效应，今仔日继续影响台湾的天气，北部甲东北部有局部大雨，加上冷空气流南，北部阴暗愈暗会愈冷，会降到20度以下。真正是一个台湾两个世界。北部湿湿凉凉，中南部是好天，有时多云，甚至阁会翕热。昨北台湾变大雨，室内电梯出现惊人的奇景，雨一直落，民众入电梯前爱阁压雨伞，袂使惊入水帘洞。这是台北南港的商场，今日商场继续抢修。人行挂复杂的好，民众看甲眼眩。今年第20回风台泥沙外围环流，加上台北季风加做伙影响，造成雨敢若是用倒的。北部、东北部爱细致。东北风跟地形的影响之下，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的山区，还有宜兰的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，其中在台北市的山区可能有局部性的大豪雨。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，基隆、北海岸、大台北、宜兰、台东地区、恒春半岛、屏东的山区爱严防大雨甲崩山，同时陆上强风的特报。台南以北沿海空旷所在以及外岛会出现9级到12级的强风。年赛威力真强，雨量图有出现球啊色的，甚至出现粉色的。气象局讲这是超大豪雨，不过北部甲南部无同款，台北在落雨，南部是1分到好天。是讲这个雨到底会落到什么时阵？明显看到星期2、星期3，北部东半部虽然还是下雨，但是整体的雨量都比较明显的减少了哈。到了礼拜4之后，东北季风减弱，水汽也更会减少。大台北东半部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，西半部大致恢复到多云到晴。泥沙风台嘛带来土石流的灾害，目前有红色警戒75条，有一个所在是大规模崩山，也有黄色警戒91条，等等灾情不断。受到风台甲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地区的气温日时高温25度，不过早暗的温差较大，空旷所在剩18度，18到19，北部低温是19度，各地区日夜温差拢真大，提醒乡亲一定爱穿好袖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